喂，大家冇掛住 Xperia 嘅紫色電話咧，今次 Xperia One Mark 7咧就會出翻紫色嘅型號噶啦，我哋就會測試下佢嘅最新功能嘅。比起 One Mark 4嘅暗紫或者更加早期嘅香薰草紫，今次算係深紫色。另外仲有綠色同埋黑色嘅選擇。現場咧其實都有上一代 Mark 6啦，同埋 Mark 7去比較嘅，咁其實機身睇落咧就冇乜太大分別嘅 ，size 係接近完全一樣啦。咁一啲 signature 嘅元素都有啦，佢嘅比例依舊係一樣啦。咁又睇下入邊啲功能啦。新機加入咗 Xperia Intelligence， 主要都係相機同埋影音嘅 AI 功能。好似呢個自動取景，相機識得自己認到主體，同時拍低全畫面同埋特寫兩條片。特寫條片識得跟住左右喐，影小朋友表演或者面試咧，應該幾實用㗎，都幾啱我用嚟影演唱會。另一個 AI Camera Work 俾你快速移動嗰時咧，畫面都可以保持穩定，同埋 keep 到主體喺中間。咁我實際咧都有比較過另一部電話，小朋友真係冇咁容易出鏡，同埋追得順啲。類似你喺剪片軟件加咗 Stabilizer 嘅效果。另外仲有影相加入咗人像變形校正，前後鏡都可以開，都睇得出係有分別嘅。以後合照企喺側邊都冇咁慘啦。硬件升級方面，16mm 超廣角鏡用上1.56寸嘅感光元件，比之前大咗2.1倍。主打夜景拍攝能力，但現場就未試到太多啦。反而佢個散景模式咧係幾靚嘅。螢幕方面解像度冇變，多咗 AI 控光，現場睇比上一代嘅亮度有所提高嘅。音效都有落功夫，3.5mm 有線接駁嘅用料改善咗，藍牙傳輸功率都有提升。另外亦都對應 WiFi 7同埋承諾會有4年嘅 Android 更新。售價方面，512GB 賣10,999，256GB 咧售價係10,199。咁部機的確係比往年加咗價嘅，所以都多咗預購優惠。唔知大家又覺得收唔收貨呢？